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的恩典，互咱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在讲道进前，咱做伙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我要感谢你，伫主日的早起，阮会当来到你的圣殿，做伙来敬拜你。恳求信心上帝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互阮即时，阮的心向你来拍开。上帝，你的话加做阮的帮助。互听的甲讲的人拢得到利益。主，阮将以下的时间交伫主的手，感谢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当一个团队要完成一项任务的时，牧师相信，照咱人的标准，咱拢毋茫选到的人，上好是逐项的条件拢是上赞上适合的，也就是咱一般所讲的。挑到神队友的人，也就是遐个有聪明、有能力、勇壮，互人欢喜。但是咧，圣经甲咱讲，上帝竞选同工的标准，却甲人无共。亲像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《哥林多前书》第1章26节到29节，伊讲上帝竞选人认为有误的。软弱的、人所看轻的、厌恶的、无重要的，兄弟姊妹，当咱领受回应上帝呼召的时，不管别人或者是咱家己安怎看待咱家己，咱就已经加入了上帝这个团队。上帝伊就加做咱生命中的神队友。对迄时，开始了咱甲上帝不断相拄的信仰路程。牧师毋茫通过今仔日的圣经，分3个阶段来甲咱思考。伫摩西甲上帝相拄甲对话中，做伙来经历甲上帝相拄，回应呼召，加做上帝同工的过程。第一，上帝时机。伫今仔日的圣经中，咱看到上帝所竞选的摩西，毋是40年前迄个40岁英姿焕发、充满活力的埃及王子。上帝竞选的摩西，伊是因为太人逃亡到旷野40年，40年后，即嘛80岁，动作迟缓、无有斗志的一个各样人。对咱人的角度来看，上帝拣毋着时机啊！伊哪会毋伫摩西各方面条件上介好的时机来呼召伊，通互摩西大展身手，成就一场大事业。兄弟姊妹，咱想看卖。好加在上帝伊的意念悬过咱人的意念，咱会当想看卖，若是上帝伫40年前，伊就呼召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迄当阵40岁的摩西，年轻气盛，血气方刚，一群无顺坦、悖逆、毋知知足的以色列人，应该伫旷野流浪的时间。早就惹摩西生气，全部拢互摩西安那处罚、杀了了，也是甲伊拢赶走。总是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伊用40年的时间，将摩西带到旷野，用照顾羊群，用旷野险恶的环境来磨练、装备摩西。互伊加做上帝眼中有上好状况，加做上适当的人选，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加做基督徒了后，相信咱的内心拢有一个期待，期待家己嘛是会当互主来用，会当来成就上帝旨意。有这款的意念是上帝所欢喜的。但是，咱需要有较敏感的心，
来体会到上帝的时机，以及更较爱有愿意接受上帝磨练装备的意愿。请注意，上帝要使用一个人，就会起造这个人的信心，互伊明白真理，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会当真真实实、完完全全来顺服上帝。就是无参插到咱人的血气、私欲、甲骄傲等遮的，阁有就是咱家己认为的好意、热心、勇敢等等，这拢是咱家己认为是好的想法。但是当咱人遮的无遮的家己认为是好的想法的时，咱就会当真实来顺服上帝。这款的顺服，毋是凭着咱人家己去想的，也毋是凭着咱家己认为的好去讲话、去做代志。是当咱经历上帝磨练、装备了后，搁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，咱就会当完完全全信任上帝。咱就要对上帝提出侪侪建议啊，好亲像上帝啊！你即个做代志的方法吼，无合阮人的观念甲做法。上帝啊，你安尼做吼，一般人拢袂接受啦。你应该爱安尼做。上帝，你讲毋对啊哦！上帝，即个方法袂合啦，等等。兄弟姊妹，当咱内面遮的物件，拢互上帝磨练。装备了后，咱就会当完完全全顺服上帝。咱对上帝就会有真真实实的敬畏甲顺服啊！因为真侪时阵，咱总是自我认为，上帝呼召我做某一件代志的时阵，一定是爱达到我家己认定的一个目标，才是成就上帝的心意。实际上，咱忽略了一件代志，就是上帝伊是全知全能的，伫伊整个的计划中，是通过呼召无共款的人，分别完成无共阶段的任务来成就的，无一定是单独用一个人来完成。保罗伊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。第60到第70讲，我也种阿波罗压水，毋过上帝予伊大长，也种的甲压水的拢无重要，只有予伊大长的上帝才重要。有一个故事讲，有一个人，有一天上帝出现伫伊的面前，伊去杀外面迄块大石头。这个人就认真顺服，遵照上帝的话去做。每一天，伊拢用肩胛头尽全部的气力去杀。每一暗，当伊回到厝，拢已经是忝甲稀累咧。几年过去啊，这个人伊感觉伊好亲像是无采气力白了工，因为外面迄块大石头。好亲像连叮当拢无叮当，伊非常失志，伊就来到上帝面前讲：上帝啊，我听你的话，我拍拼遮尔啊久，为什么拢杀袂叮当迄块大石头呢？我到底是啥物所在做毋对？为什么我会失败啊？上帝温柔回答伊讲：“亲爱囝，我爱你做的工，只是爱你尽你的气力去杀迄块石头。我从来拢无甲你讲爱将伊杀叮当。亲爱囝，这几年你做了真好，你怎样讲你家己是失败的呢？你看你家己，你的手骨。”变较粗勇啊！你看你的肩胛头也变较高啊！
你看你的气力比以前搁较大。上帝继续讲，我也要借这摆锻炼你的信心，爱你完全信靠我的智慧，毋是我靠你家己的聪明。你毋免去杀叮当迄块石头，因为迄是我的代志。兄弟姊妹，用世间人的眼光来看，80岁年老的摩西伫旷野，就好亲就是 loser 失败者。但是，伊伫上帝眼光来看，即时的摩西却是上适合的宝贵器具。当摩西互上帝磨练装备了后，上帝时机就到。就伫摩西真实平凡的生活中，伫伊的工作顶面，伫伊家己拢无收到的时阵，上帝就主动来甲伊相拄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遮有一个真重要的教导，就是上帝是主动甲人相拄的神。上帝是主动与人相遇的神。就算咱人挑工要去闪避，要去拒绝，要好定，要排斥等等，就算是安尼，当上帝时机到的时阵，上帝就会主动来找人，而且带人进入伫伊的计划中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主动甲人相拄的上帝，是要互咱人有机会会当来回转归向伊。这无关系，咱人是毋是有信心？这也无关系，咱人是毋是有相信伊？因为伫上帝计划甲掌权中，一切人事物，对上帝来讲，拢是阿门，拢是是啊。人有信心啊无，这袂影响到上帝来亲近咱。但是，人是毋是有信心，却会影响到咱对家己的看法。出来记记第3章14节前半段的经文。20世纪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，伊将这节圣经解释做“互上帝加做上帝 ”，Let God be God。是啊，上帝就是上帝，伊毋是你的想象，或者是咱心内用任何的形象意念去捏造出来的偶像。上帝就是上帝，你相信伊的时阵，伊是上帝；你无相信伊的时阵，伊也阁是上帝。你有信心的时阵，伊是上帝；你无信心的时阵，伊永远是上帝。你感觉家己各方面拢袂歹，也认捌信仰的时阵，上帝主动来调整你。当你感觉家己真害、受挫折、失望，毋知生命方向的时阵，上帝伊也会主动来亲近你、改变你，互你重新得到快乐，重新转到伊为你安排的美好计划中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咱所信仰的上帝。上帝主动甲人相拄，就是主动向人显明伊的同在。相时，伊会用无同款的方式，互咱每一个人拢知影，而且感受到上帝伊是真实甲咱同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中，请问摩西伊是伫倒位甲上帝相拄？摩西伫倒位？旷野对无？伫旷野中甲上帝相拄。无伫卡咱会感觉，旷野
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。但是对摩西来讲，旷野一点仔拢无特别啊，因为这是每一工工作做工照顾羊群的所在。这40年来，摩西逐工拢要经过行过，这是伊上班工作的所在。各位，用咱现代话来讲，旷野就是伊的职场，是伊工作日常生活的所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段经文甲咱讲，上帝往往就是伫上平凡的所在甲咱相拄，也就是讲，伫咱日常生活中，上帝逐时逐位拢会当甲咱相拄。亲像17世纪一位法国修士，人称伊是厨房圣徒劳伦斯。伊的一生拢伫修会厨房来工作。当伊一个人伫厨房伫备办食食、伫切菜、伫听候饭菜、伫煮食的时，伊毋是埋怨，毋是碎碎念，伊是点点仔伫祈祷。有时伊徛咧，有时伊就跪落，甚至伊感动的时，伊就拍摆伫地面来敬拜。这是厨房，就是伊的神圣的空间，是伊甲上帝讲心事、秘密同在的所在。伫厨房内，伊听候上帝，听叹上帝，敬拜上帝，也为家己甲兄弟姊妹祝福代祷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原来厨房一个充满油烟的迄个所在，也是灵修的所在，是领受祝福，也是祝福别人美好的所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愿意伫任何时刻、任何所在，拢会当甲咱相拄，甲咱同在，只要咱愿意。圣经雅各书第4章第8节有讲：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恁；恁亲近上帝，上帝就要亲近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牧师要邀请大家拍开你的心，慢慢啊感受咱的主上帝。伊伫咱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角落，听候咱。伊期待甲你相拄，只要你愿意。牧师要搁一摆来邀请咱，拍开你的心，慢慢啊去感受咱的主上帝。伊伫咱的生活中的每一个时刻、每一个角落，听候咱。伊期待甲你相拄，只要你愿意来亲近伊。第二，人回应的态度。请咱看出埃及记第3章第5节讲，上帝讲：毋通阁惊我，脱掉你的鞋啊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所在。上帝阻止摩西惊我，而且甲伊讲：脱掉你的鞋啊！伫当时的文化背景，伫厝内只有主人会当穿鞋啊，奴仆是无鞋啊通好穿，所以穿鞋啊就是主人身份的代表。上帝伫遮阻止摩西继续往前行的意思是讲啥物？伊讲：伫即个所在，伫即个时刻，我是主人，一切拢是我来做主，是我来决定。你必须爱听探我。兄弟姊妹，上帝邀请咱甲伊相拄，伊爱咱明白一个观念，就是这是神圣的所在，这是圣地。上帝是主人，
咱人就拍开咱家己的心，听探上帝所吩咐的命令来做代志。上帝摩西强调，这个旷野毋是你的地盘，是我的地盘。我是你的老爸的上帝，是你列祖的上帝。你整个家族拢是属于我，你也是属于我。因为咱的性命是上帝所创造的，咱所有的一切，咱的一生拢是属于伊。对上帝来看，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神圣的所在。毋那摩西的旷野，咱每一个人，咱每一天的工作、生活、社交场所等等，也拢是上帝的地盘。实际上，咱整个人生拢属于上帝神圣的所在。伊掌管咱的所有的每一个层面，包括家庭、事奉、工作、人际关系等等。兄弟姊妹，甲上帝相拄同在所在，无神圣或者是世俗的分别，没有圣俗之分。也就是讲，毋是只有伫教会、伫礼拜堂，或者是伫某一个特殊的场所、特殊的时刻尔。甲上帝相拄，可能是伫咱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甲每一个时刻。各位兄弟姊妹，甲上帝相拄是上帝在主导，并毋是俩人最中心。也就是讲，摩西只是毋是主角，上帝才是主角。因为上帝看见了某一个所在有需要，而且早就已经知影迄个需要的存在，但是上帝在听候适当的时机，才会找派适合的人去为伊做工。这个人就是你，这个人就是我。当伊爱咱甲伊同工，做伙成就计划时，就会伫咱的生活中甲咱相拄，引带咱进入信仰的旅程来甲伊相拄。请注意，上帝甲摩西相拄的过程，是要提醒咱，爱用上帝的角度来看，甲上帝相拄这件代志，是要互咱明白，毋是咱看见有需要，是上帝伊早就知影，伊已经看见了需要，而且现在伊就要通过你来做工，来行动，互这个需要得到满足。第三，加做祝福的管道。兄弟姊妹，咱的存在以及甲上帝相拄，拢是有目的的。亲像上帝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为着就是要互以色列人得到自由，会当来敬拜上帝。相反，咱的存在以及甲上帝相拄，为着就是要互咱有机会加做上帝祝福人的器具。所以，咱甲上帝相拄，这是上帝为着咱四周围有需要的人备办的一个礼物。亲像以色列人400年来，因伫埃及做奴隶，受尽迫害。摩西对因来讲，就是一份非常宝贵的礼物。伫当时，以色列人伫埃及拢是做奴隶。当摩西出世的时，所有的查甫囝拢要互人杀死，但是只有摩西，伊是上帝特别拯救出来的。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因伫埃及，也拢无机会来接受教育。
摩西却是伫埃及的王宫大汉，伫当时上界先进的国家，接受上界高等的教育甲训练。所以圣经使徒行传第7章22节，伊讲摩西真有讲话甲办代志的才能，伊的学术是无人会当甲伊比拼，伊是真有前途的一个人。照人的理解来看，伊应该爱袂记得伊本身是以色列人的血统啊，伊应该爱甲以色列的同胞划清界限，安尼毋才对。但是伊偏偏对以色列的同胞有一份袂当挂离的迄个情感，伊不忍心对因的苦境徛伫边仔看，袖手旁观。最后，伊为着因出头，挺身而出。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，摩西就是一份上帝为因备办的礼物。对摩西来讲，伊的存在是上帝予以色列人一份美好的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保留了摩西的性命，予伊的存在加做以色列人美好的祝福，成就了上帝拯救。这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上帝在安排甲成就的。当咱回头看咱家己的过去，我要请问，你有看到上帝也一直在陪伴你吗？你有看到上帝也一直在陪伴你吗？伊予你别人无的特质，伊予你济别人从来拢毋捌有的经验，就是为着陪伴你，予你成做一份美好的礼物，来祝福你的家庭、你四周围的朋友，甲咱的教会。今年是上联教会设教111周年，期待每一个上联人互相勉励，做伙实践教会的目标。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念教会的目标啦，做伙来，一人一小组，一人一服侍，一人带一人，互每一个上联人的存在，加做上帝美好的祝福。为上联教会带来新的成员，参与扩展上帝国度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当咱搁一摆迎旨要甲上帝相拄的时刻，互咱谦卑顺服，用谦卑顺服的心，听咱的主表明咱的心志。所以，这时牧师要邀请咱大家出声同心，甲我做伙来祈祷讲：主啊，我感谢你为我放下性命。